最後一樣要講嘅呢，就係經營社交媒體啦。加速增加財富嘅路徑呢，點都唔可以唔提經營社交媒體嘅，仲要係講緊自我品牌嘅社交媒體，亦都係好多人而家係講緊連學生都做緊嘅 KOL。泛指呢，就係某特定領域擁有呢個專業知識或者權威地位嘅人啦。咁佢哋嘅意見呢，就相當有參考價值嘅。咁就好多追隨者咧，都會係即係聽佢講啊，尊重佢啊，信佢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所講嘅嘢咧，其實都係能夠影響到消費者嘅購買決策嘅。咁好多人都會話啦，自己其實冇咩專業知識喎。咁其實唔可以叫做咩領袖。咁唔緊要嘅，其實你都可以做網紅嘅 influencer。咁其實就係指喺數碼平台上面擁有好多粉絲嘅個人團體或者品牌。咁網紅呢，就唔一定有一啲特定範疇嘅專業知識嘅，但係佢哋可以吸引到人、娛樂到人，或者俾到一啲有用嘅資訊人，咁就令到啲 fans 呢係越嚟越多啦。咁網紅呢，就會透過自己喺唔同嘅社交媒體，例如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YouTube 啦，咁佢嘅影響力就透過文字啊、相片啊，或者係影片創作呢，就幫商家宣傳同埋推廣產品同埋服務，咁就幫呢個品牌呢去增加個正面嘅形象嘅。所以最後其實 KOL 同網紅呢都係差唔多，佢哋都係做緊建立公眾信任再推銷嘅工作。咁 KOL 呢就有好多種嘅。包括咗美食啦、化妝啦、衣着潮流啦、旅遊等等。做 KOL 咧，唔止可以成為副業嘅。咁當你有特定嘅數量嘅追蹤人數，即係個 follower 之後咧，你嘅知名度同埋網上嘅銷售能力咧，其實係可以令到你將呢一個副業成為你嘅正職，去增加你嘅收入。分分鐘有好多而家做緊嘅 KOL 或者網紅，佢係賺得多過佢係打一份工嘅。嗱，咁 KOL 佢嘅收入來源咧就好多元化嘅，咁包括咗咩呢？品牌合作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最常見嘅方式嚟嘅。KOL 咧就會透過一啲產品嘅試用啊、開箱啊、體驗啊等等嘅方式咧，就向啲粉絲咧就推廣品牌產品或者係一啲服務。咁個合作形式咧就可以係單次合作啦、長期代言啦、產品合作啦。個報酬咧就取決於嗰個合作內容，同埋佢嗰個網紅嘅影響力，同埋佢個粉絲數等等啦。咁另外就係個自媒體個平台收益啦。好多 KOL 咧會喺自己嘅網站啊、blog 啊、YouTube channel 啊等等嘅自媒體平台嗰度營運噶嘛。咁佢可以透過個廣告啦、會員制啦、網上課程等等嘅方式咧，就賺錢嘅。呢類嘅收益咧就相對係穩定啲嘅，咁但係需要咧就花費更多嘅時間同埋精力去經營啦。跟住商品銷售啦，有啲網紅咧就會出啲自家品牌嘅，例如啲衫啊、書啊，或者一啲周邊產品咁樣啦。咁就透過網店啊，甚至係一啲實體店咧，就去銷售，咁就賺取啲收入嘅。咁但係呢個模式咧，其實都係要嗰個網紅咧要好多好忠誠嘅 fans 先至可以做到咯。因為一般嚟講，如果佢對你係唔係太認識、唔係太信任嘅話咧，佢亦都唔會有興趣去買你所謂嘅自家品牌嘅產品嘅。跟住演講啦、活動嘅邀請啦，咁往往一啲知名度較高嘅網紅咧，都會可能邀請出席一啲演講啊、公開活動啊，或者即係揾佢分享一啲經驗同埋見解啦。咁就邀請佢嘅單位都要可能俾翻啲報酬佢嘅。咁呢個嘅收入咧，通常都係比較豐厚嘅。咁但係咧就要需要具備一啲可能專業嘅知識同埋個演講能力。咁而家咧講緊係好多 KOL 咧，分分鐘係直情唱埋歌、拍埋戲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時咧，佢哋係同藝人係一樣噶啦。
咁點樣先可以做到一個 KOL 呢？有冇咩技巧嘅呢？建立個人品牌呢係打造 KOL 嘅基礎嚟嘅，而塑造高品質嘅品牌內容係獲得大家信賴同埋追隨嘅第一步咯。咁你要仔細去策劃同埋生產唔同形式嘅內容，包括咗圖片啦、影片啦、直播啦，清楚自己嘅品牌定位同埋個目標受眾，並且咧根據呢啲嘅準則去制定個內容政策，要令到你嘅內容咧係更加具有呢個競爭力。你亦都需要時時刻刻留意住行業嘅趨勢，同埋不斷咁樣創新。其次，你係要掌握到社交媒體嘅呢個使用技巧，先至可以將你嘅內容咧係宣傳出去。你應該咧揀一啲你自己比較適合嘅網上社交平台，咁就盡量發布多啲嘅內容啦，同埋同呢個粉絲去互動。最後仲要做呢個分析數據同埋優化你嘅策略，因為咧你用社交媒體咧一般嚟講都會提供一啲分析數據去俾你睇翻嘅。你要善用呢啲嘅工具去優化你嚟緊嘅策略，再去諗下將來嘅計劃，做一啲乜嘢嘅內容先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去睇你嗰啲咁嘅內容。咁就你要監控住你嘅追蹤人數啦，佢哋嘅參與度啦，或者佢哋啲反應啦，咁先至可以知道究竟點樣嘅內容咧係最受歡迎，方便你之後調整你嘅策略啦。